进来吧。小姐，请坐吧。那个，我想询问一下哈，您就是那一位，就是无论怎么样，就门诊号一定要挂到我这里来的人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嗯，这就不用在意了啦。那个，可以先请教一下你的名字吗？行，那你坐吧。嗯，小姐啊，我先要跟你说一下哈，就是我们这个医院呢，不算是特别好的医院，但是门诊啊，这心理这一块就是不包括在健保卡里面呢。也就是说，这是需要另外收费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因为我这边一个价目表呢是1小时差不多1000块哈，所以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了。没有关系哈，那可以，那你坐，嗯，方便我离你近一些吗？OK，那个小姐哈，我想询问一下，你是关于哪方面的心理问题呢？啊，是这样的哦。其实你说你和你男朋友分手了，然后就每天感觉睡不着觉呢，这会不会是你有些愧疚啊？不是愧疚，只是每次想起那些事情就很难受。是说你的本意是不愿意分手吗？那也不是，那确实蛮奇怪的。那小姐，我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治疗手段，就是进入到你内心里面去了解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东西啊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进行催眠治疗。您放心，对于你这些的个人隐私方面的东西呢，我们都是有专门的保密机制的，这个你大可放心啊。再说了，你也是想尽办法要到我这个门诊来，嗯，我也是有信心，相信你是对我的这个职业操守有一定的信任的啊。那行，那您在这里先准备一下，我也去后台准备一下。OK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有份白纸呢，麻烦您把你男朋友之前的一些性格呢，或者是说一些做过的浪漫的事情，都可以写在上面。不管你写什么都可以啊。好，那我先准备了。这旁边有吃的可以随便吃呢。他时常有些暴躁呢，就很爱说干话。可以，这干话虽然听起来很脏，但是在你眼前，心里面就觉得这个男的特别特别帅气。这是什么心理？没有啦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再看下去，但是在生活中呢，又很白目，是怎样？不好意思，手机响了。嗯这个意思是吗？所以说他在生活上面其实不是很懂你下面也写了嘛，他在吃饭做饭的时候，对，做饭的时候第一次尝试还把菜给烧糊掉了。OK，然后你们去别的地方玩啊？好，我差不多懂了。那小姐，请您现在就放轻松了，然后不要有任何的负担之类的。再来，就躺在沙发上面，嗯，等我开启一段比较轻缓的音乐，把眼睛慢慢的闭住。对，
很好，继续保持这样子。慢慢的。看，哎，老师她还是个女生呢，什么情况？啊，你这样说女生的吗？哼，明明是自己在上课前没有准备好东西啊！哼，来到这里干嘛？啊，教室是让你靠背的地方吗？干，什么罚站啊？我不罚站了怎样？啊，这女生是不是被你欺负了？你为人师表是这样的哦？干，那你叫家长呢？叫啊！出去就出去嘛，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妈的！你怎么出来了？是吧？你也看他不爽了？啊，哎，要不然这样，反正这是最后一节课，咱们等一下一起去外面吃冰棒怎么样？哎呀，没关系啦。还是说你不敢哦？哦，也是啊，你现在高中生，爸爸妈妈管得严也是很正常啊。哎，不过话说，你学测应该不会很差吧？啊，像我这种边缘人，这老师不管我，那你毕竟是个好孩子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东西了。哦，哎，但是真的刚才不好意思哦。吼得这么大声，对方把你吓到啊？拍谁了？拍谁了？啊、怎么还没下课哦？超烦的。哎，下课啊，快走啊！那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欢吃什么冰棒，但是我知道女孩子应该都喜欢粉色，所以我就拿了这个草莓味的。嗯，这个英文好像叫做 strawberry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喜欢吃凤梨味的。哎，你的好吃吗？没什么啊，只是好奇问一下。啊，给我吃一口。哎，你难道不会像其他女生那样子在意男女授受不亲哦？真的？哎，好像是哎，这个草莓味好像确实比我凤梨味好吃多一点。要不我们交换好了？哎，你别跑嘛！喂，等等我。哎，快到你生日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想送你礼物啊。像我这样子的人，怎么可能送礼物嘛？啊，去年，去年是个意外啊，就是正好朋友送我东西，然后我也用不到，才送给你的。哎，话说，你喜欢项链呢，还是戒指啊，还是手镯啊？什么叫我北齐啊？哎，戒指不是很好看吗？
怎么就是说就结婚才能戴戒指啊？有寓意？真假的？哼，我没有了解过嘛，就问你喜欢什么东西啊？还是说你喜欢衣服？我只随便问问啊，我没有说想送你东西的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狡辩这种东西了。什么叫做我跟你闺蜜怎么了？我在跟你闺蜜说什么啊？你在怀疑什么啊？对，没错，这个礼物送给你闺蜜的，行了吗？你真的很不可理喻哎！我干嘛了呀？我明明就想的是你的生日礼物啊！那你现在一直觉得是他的，那就是他的呗。哼，我怎么知道你们是同一天生日？同一天生日的时候，我还跟他在一起。我现在给你个 surprise 好吗？被绿的 surprise。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，我不想说什么了。你走吧，走啊，走了别回来了。看，喂，亲爱的，不好意思哦，刚刚可能分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就……你知道我跟你闺蜜没有这些东西的。什么叫做不合适？我干嘛了？我他妈到底干嘛了啊？是你说分手是吗？是不是你喜欢上别人了？好，随你吧，我不管了。那个男人是谁？我问你，那个男人是谁？什么叫做社团里面的学长？你跟学长可以亲亲密密的吗？什么叫做我随你然后我就说分手了？用来真的是吗？你真的很无情哎！分手，干你娘！行啊，我滚！我他妈就不应该每天没日没夜想你，然后他妈今天早上坐什么鬼捷运来找你的？哼，对，你是高材生，你是天之骄子啊，你是栋梁之才好吗？没必要跟我这种混混在一起。哼，我知道，那个学长比我优秀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同样的兴趣爱好，同样他不抽烟不喝酒。哼，你他妈还敢来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人迟早要被打死。喂，在你烂
没有把我拉黑之前，我这是最后一次电话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个学长，不管怎么样，医疗费用我会出的。再来的话，可能这确实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。我打算去美国了。或许那边发展会更好一些吧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可以过几天，等我到了美国，去我家那个院子，里面我放了个盒子，反正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啦，是我一直想要送你的东西。祝你幸福，我先挂了，拉黑我吧。亲爱的 baby 啊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了。我知道你现在生活当中呢，肯定是有比我更好、更厉害，然后不会讲干话，不会让你伤心难过的人。其实我挺开心的，毕竟他们能给你想要的未来，但是我的话，可能到头来还是一个混混吧。我呀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出息啊。这次可能要走了。走之前呢，除了这封信，其实这箱子里面还有我多年来攒下的东西。其实我给你买了个戒指，想要做生日礼物的。我其实有在网络上搜寻到了戒指的寓意，所以我想把这个戒指戴到你的手上，这可能也是唯一的遗憾哈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留着，或者是说可以把它卖掉，或者是扔掉，因为这本就是属于你的生日礼物。那次和你闺蜜在一起，真的是想听取她一些意见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跟你闺蜜也是差不多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难免是我不好，让你误会了。我跟你闺蜜没有任何关系啊，就算是有，也是关于你的。好了，不聊这些了，快看看嘛，看看你的戒指，喜不喜欢？虽然我确实有点直男呐，所以说可能我喜欢的类型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款式，但是这也是我一片心意了。好了，我把信写到这里就可以，剩下时间不耽误你了。
这位小姐，小姐，哎，你好像在催眠的时候说了很多话呢，我都有听到。是不是你男朋友出轨了？没有。怎么现在说是你出轨啊？可能有些重要的事情我不太知道吧。但是当你回忆一遍你的过往，当你回忆了一遍你的生活之后，你和你男友之间的关系，还有生活，以及说你现在睡不着觉的原因，应该都有一些方方面面的了解了吧？所以小姐，你是想为什么这么想要来我这个门诊啊？哈，我很像他，我可不爱说干话啊。外形吗？还有说话的语气，可能吧。或许这是好事，这样可能会让你更快的好起来吧。那这样吧，小姐，等等，我先把这计时器给关了，下面就不收你费用了。2个小时差不多2000块，差不多。后面的我就不要你钱了，跟你说句真心话好了。其实我啊，之前也有段恋情哦。很遗憾的是，在这段感情当中呢，我是被绿了。当然这不是重点了，主要还是，好好珍惜一个人啊。那个时候我被绿了之后，他也分手了，回过头来找我，说还是跟我在一起生活快乐一些。那个时候就为时尚晚了，所以，小姐，你要再去找他吗？他现在在哪里哦？美国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是劝你去找他。真的忘不了的话，当然前提是你跟你男朋友说清楚，或者说你没有男朋友。OK 啊，那行，那我们这次门诊就到这里好了。如果说下次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或者下次还要来的话，随时欢迎。再来，我可以给你打一个8折。我是说下次呢，第一次要交完整钱呢。啊，OK，那祝你生活愉快，然后早日解除你的心理障碍吧。很高兴为你服务，去吧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